经历圣灵的降临。请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20章。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今天的经课19节到23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恳求你在今天圣灵降临节，丰沛的赐下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体验到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使命，以及圣灵带给我们的安慰。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大雨当中，大家来一起敬拜，我们巴不得主的恩典如同淋雨，大沛降在我们当中。我们通常对于五旬节、圣灵降临节，我们的传统比较是使徒行传的，但今天我要讲的是约翰福音的这两个不一样的传统。五旬节的传统就是耶稣复活以后显现了40天，然后就升天，40天升天就是升天节，然后再经过10天，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来，这是使徒行传的传统。另外，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的传统是耶稣在复活节的当晚显现给一群门徒，请注意，不是使徒，不是显现给11位门徒，11位门徒就是犹大以外的，那11位门徒就是使徒。没有，耶稣显现给众门徒的时候，他对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换句话说，奇怪，到底是五旬节才是圣灵降临，还是复活节当天晚上圣灵就吹进去了？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圣经上是两岸并存，没有所谓的对错，这是不同的传统。就好像有人认为被圣灵充满，就应该像彼得一样，讲一次道3000个人信主，对不对？再讲一次道5000个人信主，多美好啊！如果我有这种能力多好，对不对？我们都很羡慕彼得，但是我们有没有更羡慕一个人？那个人叫司提反，他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传统。司提反也讲了一篇道，轰轰烈烈，他就得到3000个石头、5000个石头，就活活的被打死。他一生就讲到一篇道就被打死了，那个叫司提反，对不对 ？Stephen， 请问你在英国、美国或者在欧洲，称为 Stevenson 的比较多，还是称为 Peterson 的比较多？Stevenson 比较多哦。人人在近前的国家人人都想成为司提反的儿子，就是说我要学习像司提反。可是我们的传统里面比较希望像彼得一样轰轰烈烈，得3000人信主。可是司提反得了3000个石头、5000个石头，可是那一次他却带了一条大鱼信主。那个人是谁？扫罗。扫罗以后在大马士革遇见耶稣，就变成使徒保罗。所以这两个不同的传统，那我们今天特别来看那个约翰的传统，请我们看20章19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复活清晨那一天，摩大拉的玛利亚，她已经显现给耶稣已经复活显现给摩大拉的玛利亚。结果呢，摩大拉玛利亚去告诉使徒，使徒们却不信。所以19节说门徒没有提人数，没有提名字，是指着所有的门徒，不是使徒。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复活吹圣灵这样的体验，是所有门徒的共同经验。他们一方面听耶稣复活了，20章17节到18节，可是他心里还不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还是害怕犹太人，十分恐惧、惊慌的把门户紧锁在屋内。他们紧锁的时候，竟然在毫无预警之下，耶稣竟然穿越紧闭的门户，也穿越整个
墙壁突然现在他们当中，出现在他们当中。换句话说，那个大锁、跟门户、跟墙都对耶稣毫无作用。这个神迹显出复活的主，他跟我们一般人的存在不一样，他可以随心所欲，来去自如，莅临各地。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些门徒是复活的见证人。好，这是整个我们这个背景。来，我们看第二部分。来，请看19节的下半节跟20节。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就喜乐了。好，这里的喜乐就跟前面的忧愁、退缩、恐惧成为对比。换句话说，喜乐不是快乐，快乐不是喜乐，快乐是外在环境的顺遂，喜乐是外在环境不顺遂，但内心的确据跟把握胜过外在的苦难。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是恒久的喜乐，喜乐是恒久的，快乐是快快乐乐一下过去了。快乐是外在的感官的意乐，喜乐是内心心灵里面的凯旋，胜过苦难。所以他们就转为喜乐。好，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首先显现给门徒的团体，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是耶稣，这一些人在我钉十字架的时候给我绕跑，对不对？而且彼得还大嘴巴说他要跟我上刀山下油锅，结果3次否认我，有没有？对不对？这一些人当年吃我的喝我的，当年跟我一起侍奉，结果现在呢绕跑。可是呢，复活的基督有没有责备？有没有辱骂？有没有贬义？尤其把彼得揪出来，你出来，对不对？你打你的脸了，你对不对？好，没有。耶稣竟然用了当时犹太人见面分所的日常用语：“愿你们平安。”但是在这里有更深的意义，耶稣温和的祝福他们平安，没有计较他们曾经舍弃他、背叛他，没有计较他们现在满怀愧疚，没有挑起他们的愧疚感，对不对？他们的亏欠感没有，让他们先感受到耶稣的爱。耶稣先爱他们，把平安赐给他们。哇！耶稣，你有没有发现？我就用这个原则啊。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做父母的要求儿女应该是恩典在先呐，要求在后了，同意吗？如果我们教导儿女应该是榜样在先呐，教导在后了。如果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儿女，应该是关系在先，先让他感受到父母对儿女的爱跟关系建立美好了，对不对？有关系就没关系，关系在管教之前。所以耶稣基督先把恩典给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主满满的爱、满满的祝福，所以他们就非常喜乐。他们听在这些恐惧、愧疚、退缩的，甚至于自闭起来的门徒，等于耶稣基督在我们看约翰福音，等于落实了耶稣在14章第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看，这些人忧愁，这些人胆怯，这些人退缩，这些人恐惧，但耶稣说：“我要留下平安给你们。”好，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心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换句话说，愿你们平安的这一位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是从苦难中得胜的主。所以耶稣以后复活显现，第一句话都用这句话做开场白。接着耶稣就用他的肢体语言，他展示他被钉的手和被刺的肋旁。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展现的不是那个血淋淋的？因为耶稣是个，就对他们来说，耶稣是个死人嘛，不是血淋淋的，也不是只有上半身没有脚的鬼魂，对不对？阿飘哎，不是，耶稣显现的是一个活生生复活的人，可以穿墙而入，是一个复活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这些动作是第一件事，要让门徒们明确的
复活的基督，就是那一位被钉死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确实身份认定了以后，他说：“哇，原来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复活的基督。”然后第二个让他们确认耶稣是真正平安的赏赐者，耶稣是真正平安的保证者，因为他自己打破了鬼门关。人生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人生最大的恐惧就是苦难，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变成苦不起、口北气耶，然后呢，苦不起又死不了，最害怕的耶稣呢，胜过了真正平安。所以耶稣是他们看见的是十字架死而复活的祝福，战胜邪恶、战胜死亡所获得的平安。所以他们看见就欢喜快乐，一切的忧心、恐惧、胆怯、愧疚，都烟消云散，转忧为喜。因为在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不计较了，对不对？他也不会千刀万里追了。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复活的主把这个平安给我们。好，接着21节，差遣门徒，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好。耶稣基督在这里有第二次的重复问安。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习惯是讲了一次就算了，讲2次呢表示强调，讲3次是最高级。所以我们的圣哉、圣哉、圣哉就是神圣的哈，最神圣的圣。耶稣这里的平安就附带一个使命，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没有责怪这些人竟然绕跑，竟然做鸟兽散，让我孤独在那里。这个我就想起我爸爸，以前我跟我爸爸去摘那个，我们家种黄瓜，小黄瓜，结果我一摘，我爸爸就打，你这谁都没有办。我说好，我就摘一个大的，他又被打，他说这么大的你还采？我说那爸爸那要怎么采嘛？你拿一个给我做标准嘛，对不对？为什么大的不能采？他大的要用种子的，小的呢他。就我爸爸说：“你唔捌食过猪肉嘛？快低行咯！噔，不需要你。”哦，我就真的回家了。因为他赶我嘛。结果我一回家的时候，我爸爸说：“哈，你真的给我回去哦，让你爸爸一个人孤单在那边工作。”因为我听不懂他讲话的意思，实在是很辛苦啊！你知道吗？耶稣最苦难的时候，这些人绕跑，请问还可以再信任吗？了解吗？我们一般人有责任感的人，越有责任感的人，越受不了别人没有责任感。所以当年保罗带一个他最热爱的人，叫做马可，带他一起工作。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结果马可也想家，半途绕跑。请问保罗还要用他吗？保罗说：“我永不录用，我绝不领，因为你这个人无三小录用，对不对？我永不录用。”巴拿巴说：“拜托了，再给他第2次机会了。”保罗说：“你要给他机会，你给他，我们俩分道扬镳，对不对？”可是这一位被巴拿巴成全的马可，最后保罗在年老的时候，所有同工都走了，他发现还是这个曾经失败过、软弱过、曾经被唾弃过的这个人最可靠，因为他软弱过、失败过，他体恤再回来，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你把那称呼马可的，对不对？的约翰带来，因为他在我的事工上有份。”所以耶稣重复的问安是加上了什么使命，反而不责怪他们的过失，反而再度指派他们做他的大使。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哇！耶稣基督把天父对他的差遣给他们。当然，这里2个希腊文不一样了哈。耶稣基督所说的差遣哈，他说父怎么样差遣我的希腊文是 apostello， 它的名词就是 apostolos， 就是使徒的意思。意思是耶稣受天父差遣，他享有受差遣者的权柄，所以耶稣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叫风止住吧，对不对？因为那时候起风了嘛。起风了，他说止住了，对不对？连鬼都听他的。请问我们这些人奉差遣呢，
他用希腊文是 pampo 是没有分享权柄，但是在这个权柄的委派之下。那请问我可不可以像耶稣一样啊？看到你们生病的说，哦，奉主的名好了，我当然希望这样，但是没有办法，那个权柄是唯独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个两个我们有一个不一样。好，第四个，我们来看22节跟23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这里呈现了三一上帝的画面：天父差遣耶稣，耶稣差遣圣灵，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天父、耶稣跟圣灵共同差遣我们。你们发现耶稣基督吹气给门徒的，就是那永远的圣灵。耶稣基督把恩典、生命的活泉赏赐给门徒，这时候门徒是代表教会。所以换句话说，你们不要以为牧师灵性比较好啊，什么长子灵性比较好了，所有人都领受圣灵了，是门徒了，所有人都有了。好，是这样子，所以门徒就可以凭着圣灵的能力宣讲赦罪的福音。这个能力，这个恩典不是单单赐给牧师或者传道或者执事，是所有的人。好，所以门徒要完成这个使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凭着圣灵保惠师的辅助、引导跟扶持。耶稣吹一口气，就是当年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对一团泥土吹一口气，结果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换句话说，当我们被圣灵吹气以后，我们就领受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新的力量、新的使命。好，这里还要叫我们说：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天主教就把这句话认为是给彼得，跟彼得的团人。所以天主教他们有可以宣赦跟大赦，以至于宗教改革的时候就发生赦罪券。因为天主教认为，耶稣基督曾经对彼得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对不对？这是马太福音16章19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西方的漫画，反正天国的门口都一定是站彼得，对不对？圣彼得。这句话，请问交给彼得对不对？当然对啊，圣经记得没有错。可是18章的18节，耶稣基督把这个权柄赐给全教会。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天上也要释放。所以，特别是那个长老会，他们很强调这个经节。当我们地上有2、3个人奉主名聚集的时候，主就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权柄也是，换句话说，这个权柄不是要我们定罪人哦，你不信耶稣你会死，你要什么？不是要我们这，是要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骂人家会不会死，会不会活的权柄不在我们，是在上帝，在圣灵。我们只不过是安得在那的权柄之下，认真的宣讲真理而已。所以圣灵保惠师来了，是约翰福音第16章第8节说，保惠师来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认真的宣讲上帝的真理，圣灵跟上帝的话语就一同做工，感动对方信主。所以，我们是透过传福音、宣告信主的人，可以罪得赦免。你若不信主，你就罪不得赦免，这个后果要自己承担，是这样，而不是在那里宣告这个。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天主教跟圣公会跟东正教在领圣餐的时候有一个宣赦？那个宣赦的那个神父或者那个圣公会的牧师说：“我奉耶稣基督跟教会给我的权柄，宣告你们罪得赦免的。”这是圣公会跟天主教。那我们卫理公会的不是这样子，我们卫理公会的那个宣赦是什么呢？请听圣经安慰的话，上帝的话记载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卫理公会比较回到圣经，认为人得赦罪是圣经的话语的应许，而我们是宣告上帝话语的。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并没有把赦罪的权柄交给某个个人或者某一个个人的团体，而是把这个权柄交给门徒。所以我们一开始说，耶稣基督复活显现那一天是给门徒，不是给11个。好，我们现在来反省这段圣经，我们都读了，已经解释了。我们现在来应用。第一个应用就是让领受圣灵来吹气，领受圣灵吧。你们知道这一些人原本恐惧、退缩、窝在家里，然后他们领受圣灵了以后，他们没有像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第2章1到41节那样子，都大胆的宣讲，然后呢，就得很多人信主。这样的经验有过历史上的经验，但是这个请注意，历史上的经验并不能构成教义，而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的那个才是教义。意思就是什么呢？上帝如果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恩典，一下子宣讲就几千人信主，我们要为你感谢主。但是通常这样的机会不多，比较多的机会是约翰福音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群人领受生命以后，没有改头换面，过了1个礼拜，依然关着门户窝在家里？你看约翰福音20章26节，他们不像使徒行传2章1到41节那么大胆的宣讲。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说这些门徒像我们一样，不停的在信仰中挣扎，有时候害怕，有时候欢喜，有时候惶恐，有时候平安，有时候喜乐，有时候忧愁。无论如何，圣灵常常陪伴在我们身边，支持我们，安慰我们，叫我们把目标聚焦在耶稣的身上，而不要看外面的环境。你如果看人，你会跌倒；你若看环境，你会灰心；你要看自己，你就软弱。应当仰望主。所以我们在今天庆祝圣灵降临节，我们没有按照使徒行传那个惊天动地的象征，而是一个温柔温和，这是圣灵所推动的恩典。所以要我们这个圣灵，我们一起来领受圣灵的恩典，去宣讲，去关心人。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明白什么叫宽恕，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也不明白什么叫接纳，不明白什么叫爱。但基督告诉我们，圣灵启示我们，我们可以走一条超越权力、超越公义、超越受伤的路，随时准备去宽恕，随时准备好去接纳、去爱，我们才能够彻底改变这个世界，才能够使人得到医治，愿意接受宽恕。这就是恩典。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时候我们要领受圣灵？这领受圣灵是什么呢？的目的是要我们从心底森林的最深处去了解跟经验上帝真的爱你。关键点不在于你值不值得爱，也不是你做了某一些来得到他的爱。上帝因为你做的美好，上帝就用关爱眼神爱你，不是，是上帝真正无条件的爱你、接纳你，而且他以爱你为乐，就如他对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写的说：“这是爱子我所喜悦的。”在圣灵里，我们就发现，我们有一位这么爱我们的天父。结果不是我们值得他爱，而是他完全的爱我们。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用跋山涉水，登上天上去找到这样的爱，是只要我们对圣灵敞开，圣灵吹气进来，我们就可以经验这样的爱。而且这个爱也带给我们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团契。好，第二个我们来默想的，领受耶稣的差遣去做宣教的工作。耶稣把他创伤的手和肋旁给他们看，可见他们呼召门徒不是一条安逸、舒服、容易的路，而是一条实价艰苦的路。可是也不要怕，因为父怎么样差遣，那些伤痕是耶稣基督权柄的标志。所以今天成功神学
不太会注意到为耶稣基督受苦难，他们看到的是那亮丽的一面、成功的一面。就好像最近台湾有一个人，他自己得了癌症，结果他用了非传统的治疗，自然疗法好了，他就到处宣告：你看我好了，你也可以好，到处还可以好，他到处宣扬。就一大堆的人就舍弃了化疗，舍弃了放疗，也舍弃了所有正统结果就死了一堆，现在人家告他他真的好了，可是他唯一成功，但并不是实证啊，对不对？了解吗？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权柄给我们，要我们跟随他的路。所以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们。这句话被称为教会的大宪章，里面有4个要点。第一个，耶稣基督需要我们，需要教会，我们是他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为全人类带来救恩，他现在回到天父那里去。教会要接下这一棒，传递他的信息。我们要成为耶稣的口，我们要为他传讲，我们要成为耶稣的脚，为他奔跑。我们要成为他的手，为他做工。今天我们要接下这一棒，接受这个差遣，叫耶稣基督需要我们。第二方面，我们教会我们也需要耶稣，我们是奉差遣的人，所以我们要从耶稣那里领受信息、领受能力、领受权柄。遭遇疑惑困难的时候，可以求助，支取他的智慧跟能力，使我们发酸的手再一次抬起来，下垂的手再一次抬起来，发酸的腿再一次挺起来，再一次奔跑。第三个，耶稣基督差遣教会，正像上帝差遣他一样。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约翰福音里面强调的耶稣对于天父是完全的顺服跟爱？所以我们蒙受差遣，我们也要完全的顺服跟爱。所以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耶稣基督要我们传讲的信息，不是要高举我们自己。我最近在 Google 下去，发现好多教会很高举他们的教会，一直做广告，很多。我就去敲荣光堂道有没有广告，结果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传的信息是耶稣基督，我们顺服基督的旨意，不是靠自己本身的智慧跟能力。好，第4点，请问今天教会还有没有这样的权柄跟能力呢？请注意，教会要把这个要件铭记在心。父差遣耶稣来是什么？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所面临的是世人在道德上的不忠、不义、破产、瘫痪跟枯萎。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是担当罪恶、打破罪的能力，把人从罪的辖制跟控制里面释放出来，赦免罪。所以耶稣来的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教会的使命，我们不要去东挑挑西挑挑，说觉得这个人不配。就好像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跟我们教会一个医师说：“你怎么不做劳保的病人呢？你全部都自费的。”他就瞪着我说：“曾传道，那时候我是传道，在校园团体，劳保人配得我医吗？你认为我这个人是看劳工的吗？”我脸都绿了。我跟他讲说，我也是劳保的。分阶级，我们基督徒就是要爱这些罪人嘛，关心他们，爱他们嘛，而不是要找一些好人来嘛。教会不是好人的俱乐部啦，教会是蒙恩的罪人的团契啊。所以你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人软弱，那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就是包容跟接纳。好，最后我们来看耶稣给我们的平安。耶稣在受死的时候，门徒做鸟兽散，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丢下他一人。约翰福音16章32节，他被捕的时候，他要求兵丁放我的门徒一条生路。他没有说被戏打个这位戏，没有放他们一条生路。结果这些门徒们就眼睁睁看耶稣被抓到大祭司彼得面前被处死。特别门徒中特别3次不认主的彼得。请问我们今天对主有没有很多的亏欠？很多的亏欠，因为我们太多的软弱了。可是这一位基督却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显示他对胆小人没有遗弃，而且跟他们恢复了友谊。第一次说的平安，就在告诉我们，
站在他们当中的耶稣，已经胜过了他们的悲剧，胜过了痛苦，胜过了黑暗，使他们满心害怕恐惧的。他现在用问候语，这原来他们所熟悉的，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我们如今不要再觉得我要改变得好好的，上帝才会赐给我平安。只要你愿意接纳，耶稣基督随时等候我们。请问那浪子有没有改变？把他身体洗好澡，然后穿好衣服做的那个，然后写真打扮，然后一直很人模人样，然后呢去见他爸爸的时候，你说爸，你看我回来了，你看我人模人样，我衣服多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了。浪子回头的时候，相离还远的时候，他老爸已经拿望远镜看他了，就冲过去抱他，对不对？他老爸要去抱他的时候，请问那浪子觉得怎么样？以为他爸爸要垂下去了，结果他爸爸是拥抱他。然后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你，我不会做你的儿子。”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请问他爸爸怎么说？说我只配做你的临时工。还没讲这句话，耶稣他的爸爸嘴巴就凑过来，他以为咬下去了，结果爸爸是连连的亲嘴。耶稣基督的恩典超过我们的重过犯，这是耶稣基督愿意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个平安就不一样了。第一个平安是平静他们的罪，他们的惊魂恐惧。第二次平安是要创造一个比恐惧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蒙召所要做工的，给他们勇气。主啊，帮助我们！我的平安不止赦免我的罪，不止拂去我的恐惧害怕，不止拂去我的罪恶跟亏欠，更要赐给我勇气。这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平安，就是给他们勇气。所以耶稣就把肋旁给他们看，说：“你看，我就是胜过了。”所以耶稣基督是救恩的元帅啊！我们以前把耶稣描述成耶稣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耶稣好像很懦弱的一个人，不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为我们打破了鬼门关，拿了死亡的钥匙。这位复活的基督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位基督给我们勇气，给我们胜过死亡、胜过悲情、胜过苦难的勇气。所以今天的圣灵要告诉我们，圣灵降临节就是要给我们这个平安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人内心没有平安跟喜乐，感受不到爱，他就没办法真正的宽恕，顶多他压制不要发脾气而已。可是一个人如果一直压制不发脾气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怒气就伤到他的胃肠，对不对？就胃酸过多，然后胃食道逆流，然后就是心灵就不健康。今天耶稣基督加上给我们的力量，耶稣基督先宽恕我们，然后再赐给我们力量，再加上圣灵赐给我们平安，我们能够真正的宽恕人，真正的走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礼物，不只是你的救恩，也赐下圣灵给我们。主啊，你透过圣灵给我们生命的气息，给我们使命的勇气，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这一些人接下这一棒，承担起使命，成为一个勇敢、壮胆，去超越我们的创伤，超越我们的苦难的人。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谢谢牧师的传讲。